在我们澜沧呢，应该说起这个芦笙舞呢，是最普及的舞种了。芦笙舞呢，以黑河为界，黑河以北呢称为北派，黑河以南呢称为南派。南派的最具代表性的寨子就是老达堡。那么南派的芦笙舞有什么特点呢？那就是以模仿动物的动作见长。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？下面请欣赏由老达堡为我们带来的芦笙舞，请欣赏。